综合报道。高雄的大顺黄昏市场已经开20多档，即马煞传出要收起来啊！市场管委会表示，这是地主向通知3月初5就要将土地收回去，互60多档的反啊是拢无法度接受，毋望地主会当出来甲大家参详。一透早就摊商来款了，等待下晡时啊，市场开市，这是大顺的黄昏市场，是在地人买菜好所在。不过即马摊商率先接到通知，地主伫3月初5要甲土地收回去，要求摊商拢搬走。有摊商已经挂红布条，宣布2月底要刷到别柜。知影黄昏市场要关啊，大家拢足毋甘。无所在通去做啦，啊！你讲换去办位吼？嘛毋知有好有歹，毋知影。阮只过年岁过70外岁啊，要搁做一个所在无地找啊。这个市场吼，阮来讲是足方便的啦。啊，你等于收起来，一寡老伙仔不时要对买。等于你若讲要早市啦，你坐轮椅你嘛无方便。大顺黄昏市场附近有病院、徛街，阁有轻铁，所以这几档地价是愈来愈悬。市场管委会主委表示，地主去年就将土地卖予建商，因为民国86年向地主租地较大，内底建设也开袂少钱。进前地主拢无先通知，即马就要求3月初5进前爱搬走，连补偿也无。60几个摊商根本就无时间通好准备。会使卖，但是吼地上钱我去吼，爱过来大概协调一下，哎呀，咱的诉求是安尼尔啦。经发局目前已盘点周边市场空摊，提供与每一摊商进行安置媒合相关作业。市府经发局表示会协助安置摊商，主委表示是真无奈，也烦恼摊商要安怎生活。即马也搁咧等待地主建商来沟通，毋望协调出合理的结果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